为宣传白河联欢季的活动，市长黄伟哲上午就到白河地区，甲当地议员、公所以及地方人士，为今年的联欢节各项的活动甲农产品代言。市长并且甲百岁的冷水黄芳彩华阿嬷做伙来白莲子粽，场面热烈。莲子一定爱放5粒，为什么呢？5粒就是五福临门。爱上少爱放5粒，那6粒是66大顺。来。市长表示，今年因为各大水库的水情袂歹，预计今年的联欢节应该比旧年好真多。欢迎全国的民众做伙来白河赏花。今天是白河莲花节起跑的日子哈，虽然这几天因为这个梅雨锋面的影响，好，所以说这个有点下雨，但是晴晴雨雨哈，其实今年的水情因为各大水库的水情还不错，所以呢今年的莲花节我相信应该是比去年好很多。我们也希望说，第一个莲花节最重要是打造城市形象，所以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莲农的生计要照顾到。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买气能够提升，该有的这个推广，该有的促销，该有的这个宣传，我们会请农会和公所负起这个责任努力来帮忙农民行销。希望今年的莲花节，不管是在看门道或者看热闹，或者是买这个莲花相关产品上，都能够另创新高。白河区公所配合莲花节加肉粽节的活动，伫个宣传的记者会中，佮举办白莲粽的比赛，以及送爱心粽予弱势加独居的长者。6月4号的开幕式将邀请金曲台语歌王许富凯加侪位的街头艺人表演，欢迎民众踊跃参加。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。